后来即摆全力咧防疫，所有想袂到的意外来发生。先来看高雄有大树丛倒去跌死人，讲有4个乡亲到高雄一间庙寺参加告别式，了后徛伫一丛大青啊树骹伫休困开讲。无张无弛，突然间，这个树啊竟然倒落去，想要走都走袂赴，跌死一个人，3个人受伤。讲可能是进前落大雨，土石松软，树啊才会倒去。 一群人徛伫树仔骹咧开讲，向阳树仔过拢全倒落去，跌伫个民众的身上。救护车接到通报赶到位，经过抢救了后，一名女性依然是无效。这个地方原本种植一棵大榕树，突然倒塌，压倒了在这边4位正在休息的民众，造成1死3伤的意外。 原来这4个人对中北部落南到高雄，来到这间庙寺参加告别式。中昼11点左右，徛伫树仔骹咧开讲，向阳这样树仔全倒落去，想要走嘛走袂去。 大家就是尖叫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跑出来看，然后就看到有人受伤跟压在下面。这倒落青仔树已经60、70担啊，不过生长的状况正常，初步怀疑可能是一早落大雨的关系。当天有下雨所以我们不排除有可能它可能是因为长久会下雨，然后当天可能它的土质也比较松软可能造成它倒塌的原因发生这样的状况之后，我们立即就有跟专业的园艺公司，还有请专家来帮我们来做评估。意外发生了后，庙方嘛安排园艺人员清查其他的树仔是毋是有稳固。不过这样树仔倒的原因，是毋是落大雨了后造成土石松软，拢需要检察官上验进一步厘清。